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傑啦。咁今日同大家嚟睇呢一個咧 Novoland 嘅兩房單位，係一個大兩房嘅設計，你一齊嚟望望先。係啦，入到屋入邊啦，咁其實飯廳位置呢一邊係啦，客飯廳。咁你其實呢一隻單位嘅好處就係話佢嗰個廚房咧係褪後咗嘅，咁所以你呢一邊咧會放到一個飯台位，咁其實見到都放咗張大飯台啦。雪櫃就喺門後邊啦。好啦。咁嚟到客飯廳位置，咁呢一隻 sofa 電視嘅範區分明，咁景觀都屬於開揚，同大家出去望下先。咁啊日光到啦，咁啊主要望位置下面就內園景嚟嘅。好，一齊翻屋先。咁我望個細房啦，細房做咗張單人床同埋衣櫃嘅位置 ，OK 嘅。咁啊主人房呢一邊。三邊落床空間做到咁啊，都可以擺到位闊啲。咁呢一隻係套房式設計啦，又係可以喺呢一邊開到門入翻個洗手間嘅。咁啊，望下洗手間，企理四正。咁好啦，咁如果對呢類型單位你有興趣想嚟睇下參觀下咧，歡迎打俾我，即刻帶你上嚟睇下。